继续来看南投县的集集镇，这几冬来人口一直在减少，若是每年县市长选举进前，人口数无冲起的1万人，安尼代表的席次会为原本的11席减少到剩7席。地方建设的补助款嘛会求水。镇公所为着要鼓励民众刷到集集来大，推出着活动，只要你明年5月底进前迁入集集者，公所就发5000块的礼金。看到绿色隧道，就知影这是南投的集集。游客上爱伫集集火车站头前的广场翕相徛铁马。集集不是全国10大观光小城，也毋过这几年人口减真济，112年5月剩无到7万人。为着鼓励民众搬来集集，公所伫9月推出集集 Long Stay 活动。印章已签完户口的户籍成本拿到公所来。民众只要伫9月初1到明年5月31进前，将户口迁入去集集，公所就会发放每一个人5000块礼金。是讲公所是安怎这么着急要增加镇内的人口？原来这关系到地方建设补助款的半无比例，人口必须爱伫115年县市府选举进前达到标准。包含中央的一些补助啦，或者是县府对乡镇公所的补助哈，那个它都会依照人口数来做一个换算哈。另外，根据地方制度法，行政区有超过1万人的代表会席次，会当有11席。也毋过集集，目前的人口敢若有9593人，必须爱伫115年5月底进前增加407人，若无代表会席次，就爱减到剩7席。请启动。户口迁入来集集，除了35000块，也有家电的抽奖甲人城。是讲民众敢有兴趣？本身很心动，也会迁入到我们民政这边。不吸引我，因为这交通不方便。集集有详细风景，也毋过民众也需要利便的生活。为了吸引更较侪人搬入来集集，公所是想尽办法，就是想要伫9个月内，互集集的人口达到1万人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